剛過去嘅11月，天文台記錄到香港開埠以嚟最遲嘅颱風珊瑚為香港帶嚟近200毫米雨量記錄。聽電話嘛？電台卡71，喺貨櫃碼頭南路近 Lamposi Charlie 0381路批到一單 TATO， 有傷者，表面清醒，詳情後上。先生，你受咗傷，使唔使同你 call 白車 ？Shut up, dude！ 唔識聽中文啊，行開，get the fuck out of here！Don't touch me! Shut up! Don't fucking touch me！ 你斯文啲啊，唔好再講粗口啊！攞身份證出嚟。咩身份證啊？冇喎，身份證，我要身份證。係冇身份證啊！你知唔知我 uncle 係邊個啊？你坐低先。Shut up！你冷靜啲啊，我喺度啊。Hello? Yeah, uncle. Yeah, this is Brian. This dumbass pigs won't let me go right now. All right. 你啊，聽電話。你好，我係 EUIC MY Sham， 懷疑佢 DD。你係佢邊位啊？Uncle？ Yeah， 走得講。喂，係有個男人撞咗車，懷疑佢 DD。佢話有個法官邊狗嚟嘅？我一定要走啊！得。I have to go。喂？拉佢。Joe。我哋係警察，唔係癲狗。你襲警，我打死你都仲得。Fisher，你要嘅文件。Thank you。
CP 班機啱啱到咗哥本哈根，但係未開手提。大台班伙計通知咗我，除咗 PPRB 總部指揮中心，起碼仲有3條 G4喺15分鐘之前開始做嘢。咁大陣仗？秘書收到風，李 Sir 喺20分鐘之前以 Acting CP 身份定義咗香港進入 Tier 1 Response。有問題？老 Sir， 今晚大龍鳳擺明係針對你，小心啲。唔使俾禮，冇時間。有份開始。各位，今夜 call 大家翻嚟，係有2件事同大家講嘅。第一，喺個半鐘頭之前，旺角百老匯門有一個炸彈爆炸，暫時我哋未有傷亡報告。第二，喺琴晚嘅2300，一個提讀新界南嘅 EU 有30分鐘冇依照程序報台，去到2319，我哋嘅報案中心收到一個太空電話。1架2U，5個差人，加埋車上裝備，值幾多錢？不過 EU Control 證實，編號 NTS71仍然失去聯絡。睇翻大頭 report，71今晚係中更，2244佢哋處理完一單醉酒鬧事 ，resume normal 之後就失咗蹤。而家唔單止係衝鋒車，就連呢5位伙計嘅手提電話都斷咗線。大家都知衛星定位會有誤差，除咗無線電記錄，我哋已經申請埋啟動 MII-DSS， 初步鎖定方圓20公里範圍。新界南已經派出2架 EU 同 PTU 跟進，到現時為止。劉 Sir， 聽到呢度有咩意見？Michael 部長好正確。除咗咁，我會要求同事將出事衝鋒車之前驗過 case 嘅所有有關人員，全部帶晒翻嚟扣查。所有呢啲嘢我已經入房前做晒。各位同事，初步估計旺角土製炸彈劫持衝鋒車，由於發生嘅時間太接近，所以唔可能係偶發事件。23分鐘之前，我已經啟動咗緊急應變機制。呢度就係臨時指揮中心。阿刀，你係資訊科技嘅總監，我想你解釋下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出現。李 Sir， 既然監管處同 IT 嘅頭都唔喺度，不如等我答。我問緊係 technical 嘅嘢，你答到我咩？到。以今日嘅科技同資源，匪徒只能夠 block 一個 range。除咗我哋部門，冇人知勁都係用緊咩頻道。好簡單，我哋 check 下廣工局，睇下新界南邊個地區電視同收音機有滋擾，咁我哋就可以 lock 實到衝鋒車出事位置。cut 晒我哋呢邊 budget， 用咗5億4千幾萬，前後6年，講咗有幾咁高科技。CP 而家仲喺哥本哈根 sell 緊我哋香港有幾咁安全，警隊有幾咁 pro， 但係估唔到我哋嘅通訊 system 竟然可以荒謬到令成 team 人、成架車失去聯絡。我而家就可以同大家做總結，可能性只有2個：一，警隊有內鬼；二，就係呢個 system 存在好大嘅漏洞。阿杜，你個 department 要負責。Albert，繼續。我哋 set 個雙防記錄，今次架 EU71係 full load， 車上面有5個伙計，車長黃強6911，鄭國峰便裝60625，沙展沈美儀48475，仲有就係 RO 梁子明38543。最後一個車尾786孖3，李家俊。我定性呢一次係一次恐怖活動，由於案情嚴重，我決定親自介入 in charge， 行動代號寒戰。各位，香港係唔容許有挾持警察嘅事件發生，一次都唔可以。劉 Sir， 我 team 人已經 ready。到啲嘢你跟翻。有一部衝鋒車失去聯絡，唔單止截到車上嘅 GPS，block 晒所有 upload 同 download 嘅信息，仲要接埋 radio。香港範圍80公里有攝錄系統，就算全部一齊出事都唔緊要。
第3代通訊系統最先進喺呢度，每一個小蘿蔔都係一部 GPS， 就算閂咗機，都可以用中央電腦開翻佢。點解我唔知嘅？呢個係 Cat 2嘅設定，立法局、財委會都冇權知。你哋做行政，更加唔會過你手啦。咁即係個個伙計心口都掛住個偷聽器，唔係偷聽器，秘密武器。各位，情報顯示被挾持嘅伙計收藏喺青衣擔桿山路一帶嘅船廠裏邊。到現時為止，我哋嘅衝鋒車配備同埋槍械依然下落不明，我哋要爭取時間。李成因為個仔搞到成個 plan 錯晒，時間又倉促，又冇狗仔隊去跟，送翻伙計死咩？有 Sir， 你信唔信警隊真係有鬼？唔信。可能就我呢邊出咗事。最出事嘅行動隊。多謝。李 Sir， 佢準備開 window。哦。李 Sir， 講嚟。我明白進有人照嘅 list， 不過你係咪應該交翻俾 Albert 負責？頭先我見到啲伙計睇住啲圖則，全部都係3年前冇屋宇署嘅 sign。既然小路寶路 K 都位置，我哋咪應該做咗 rehearsal 先。劉 Sir， 在場好危險。Albert， 放心喎。聽我的。Go！Phone down. कौन है? पिस्तौल रख दे. मैंने मारना है. ओए. Put that shit down now. बाजो. बाजो please fire me. तू कौन है? मैंने मारना. Put it down. I'll fucking see you. पिस्तौल रख दे. Fire. मैंने मार. Sir，身邊有個假人，有小路寶，有炸彈。
好有信心，我自己好有信心，香港保持亞洲最安全城市呢個稱譽。阿 Sir， 開門。 Sorry sir。開門。 Sir， 咁樣我哋好難做嘅。如果邝 Sir 同李 Sir 一齊，你同邝 Sir 講，我要見佢。Tier 1 response， 幾大膽啊！有乜嘢我可以幫到你？我諗啫，情報對於所有行動係成敗嘅關鍵。如果你而家嘅權力範圍以內有一啲資料係睇唔到嘅，你問我。 我有理由相信今次嘅劫事件係同李文斌父子有關。我想睇佢喺行政會議裏邊嘅品格評估同埋背景審查。一個鐘頭內俾個 hard copy 你。唔該晒，陸生。相信自己嘅 judgment。 非常嘅時期，用非常嘅方法。我明你嘅意思。入嚟啊！揾我。入嚟。坐。先話問到嘢。我經過你哋門口。 不過連我哋 rank 都入唔去，北南亞人駁腳嚟啫。頭先陸生嚟，如果早啲審完班犯，你哋應該會見到佢。不如入直路啦。我明白李 Sir 而家住。 不過我哋係紀律部隊嘅管理層，喺做每一個決定之前，父親嘅角色永遠唔可以凌駕警察身份。我知陸生好睇你，我諗你哋應該搣咗個雕。我知唔知得？不過唔係而家。 我諗你正話呢番説話，我唔方便幫你轉達。我建議你直接同我頭傾。當我嚟講，其實我仲有密條。一架 EU 5個差人。 加上車上裝備，值幾多錢？今日下晝3點，澳洲聯絡你哋。
唔使理佢，唔好嚟救我哋！唔好。CP 知道未啊 ？check 唔 check 到條片嘅 file properties？試過，不過全部俾人 forward 晒。就快9點，依例要出新聞稿。柳 Sir， 如果我係你，條片我會第一時間俾李 Sir 知。柳 Sir， 個犯喺20分鐘前用冇記錄嘅手機打過一次999。佢問我哋計好未？我 set up 多個 system 喺 Open Office， 方便你哋做嘢。翻聲條片啊！係，即刻 call IT 同埋鑑證上 CP 房。而家1架 EU 5個差人，加上車送裝備，值幾多錢？今日下晝3點，好就嚟到你哋。唔使理佢，唔好嚟救我哋！唔好。Sir，依你嘅價錢，仲在最尾不要。謎面係一架衝鋒車，5個差人，所有裝備，條面數好易計，大概4500有找。唔係，冇你咁簡單，我一定計漏咗啲嘢。不過錢冇人嫌多，如果就咁搭班飯，我哋好低。呢班咩人咧嚇？玩到咁大？以前老頂教我，警察最大嘅功地，從來都係自己。Vincent， 幫我所有嘅 list， 回歸到而家所有格車嘅名單。有能力 PK 香港警隊，我知嘅5個5個。咁巧，其中一個謎面係5個差人。你幫我打2門科，我要知顧炎我點計。個伙計點解咁貴？佢話打算做好準備，我假設佢5個已經殉職。柳 Sir， 證實咗係車長黃強，關反動寄存。咩情況？發現嗰陣時已經冇晒知覺，急症室主管初步懷疑心臟病，閉路電視影都送佢嚟嗰架車，但係證實咗係假牌。擺明喺度挑戰緊我哋嘅底線，尤其係李 Sir。各位同事，尋晚我哋一架 EU 車失蹤，到依家已經超過10個鐘頭。較早時間，賊人將一名受重傷嘅警員掉喺急症室門口，呢一個行為，我視作係對警隊嘅嚴重挑釁。稍後我會知會保安局，跟住會簽發行政命令。鑑於挾持警察事件有惡化嘅趨勢，我正式宣布 Tier 2 Response， 全港警區所有早中間延遲2個鐘頭交更，全部前線人員休假取消。通報水警、機場、公共交通系統，我要有2/3嘅警力，全數招呼營救行動。我想罷免佢嘅職務。根本冇可能。點解？你要 take over 李文斌，編制上你係要革職警務處長，你要證明處長失職，或者因為健康理由唔能夠履行職務，但係成個程序上至少要有2個禮拜。係啊，呢個係正常情況。不過而家唔係。你記唔記得尋晚我翻到總部嘅時候，你同我講過咩？李 Sir 喺20分鐘之前以 acting CP 身份定預咗香港進入 Tier 1 Response。李文斌尋晚開始以警務處最高負責人名義，未得管理層同意，宣布香港進入1級戒備。本來佢只係想方便自己喺警隊有更大嘅動員能力。最難 define 嗰 part， 李 Sir 已經幫你做咗。俾你引用緊急狀態法，裏邊至少5個係憲委級管理層，有1半人去咗哥本哈根。你唔夠5票，
Albert。強志立 Albert 雖然一直跟開李 Sir， 不過佢喺管理層裏邊學歷係最高嘅一個。有半年，佢就係法律博士。佢比我哋任何一個人都更加明白乜嘢係法治精神。正話我見過佢，佢眼神又有異。我今次係基於法理上嘅考慮。如果俾我知道你係全心玩我頭，我一定會教你。我唔會其實。幾時？3分鐘。點解？俾啲時間你先，佢幫我哋拉入邊。李 Sir 早晨。有突發事件要跟進。你睇佢 heading， 如果冇問題，一陣我 CC 中英文稿到你 account。Article 8B 唔得 ，call war 未完，我唔想對外公佈緊急狀態。我唔係好明，我已經講得好清楚，係咪要我由頭講多次？因為正話你叫我過濾新聞，李 Sir 呢個好似從來都唔係 CP 嘅權力。錯，警例我比你熟，我絕對有咁嘅權力。我任內 serve 過2位一哥，佢哋從來都冇對我哋個部門有個好似你而家咁嘅要求。係因為佢哋唔識運用。我而家直接同你落 order，Article 8 to 10，未經我同意唔可以對外公佈 ，understand？ 行動未結束，我同意配合你，但係緊急狀態令我唔會幫你保密嘅，因為每個香港市民都有權知道佢所居住嘅地方嘅安全係數。你唔似乎頭先要求，我唔會走嘅。而家究竟係市民嘅知情權重要啊，定係伙計嘅安全重要？新聞歸新聞，安全歸安全。你要我唔依既定程序，淨係聽你嘅 order， 咁係人治，唔係法治啊 ，Sir。Phoenix， 你係咪喺度暗示緊我公器私用？我唔係咁嘅意思。你知唔知我有權力即刻解除你職務？我知 CP 同 DCP 都有咁嘅權力。你叫我上嚟做咩？我有嘢想同你商量。同我叫大房膊頭2粒以上嘅 CID 全部上嚟，大息係全部。商量咩？我覺得你今次過咗火，所以帶埋啲軍裝上嚟幫我出貨。我唔係咁嘅意思。我唔係咁嘅意思。你兩個都幾有默契喎。聽講你兩個以前拍過拖，但係估唔到連口頭禪都一樣啊。李 Sir，架 EU 喺新界南出咗事，你已經係新界南嘅頭去 take in charge。呢度係總部。你同我嘅分工，回歸到而家都唔會係 ACP 甚至係 DCP 直接參與行動。咁即係話，你都認為我公器私用啦？我明白你嘅心情。如果擔心你嘅情緒影響，我問你係定唔係？事件係好嚴重，但客觀嚟講，你嘅應變亦都過分咗。劉傑輝，你都應該知道，我唔需要任何理由，而家就可以解除你職務。我知，不過呢個權力，你同我都有。就憑你呢一句説話，加埋呢幾個軍裝，就已經構成侮辱上司嘅罪。Albert，扶樓上來。Albert，帶上佢來。我知佢啊，頭上開埋支槍，企後邊。回歸以嚟都未見過呢咁嘅場面，呢件事若然發生喺外國，就係一次政變。外交 Acting CP 0906
劉傑輝，我正式解除你嘅職務。警隊規矩，自己有親屬涉案都要利益申報，避嫌缺席。既然今次你冇咁做，咁已經證明咗你喺韓志行動嘅判斷出咗問題。我係質疑你嘅能力。法官覺得你應該交出你嘅總指揮權力。班匪係針對我哋嘅通訊行動，係一次恐怖襲擊。唔好意思，你唔係乜副處長。唔好同我喺度分黨分派。唔好以為保安局冇理我做經理。博士，你係咪想奪權？你夠票咩 Sir， 乜嘢事 CP Online， 佢要揾韓志行動嘅總指揮。正常嘅意思。正常。Now Cold War， 而家係咪你 in charge？ 係。MB 喺咪附近？佢喺我對面。呢個就係 Vincent， 唔係 Albert。 Okay, I'm gonna take the first flight back. Lau, MB. Don't let the situation get any worse. Phoenix. Keep in touch. Yes, sir. Thank you, sir. 各位，啱啱收到李文斌副處長以健康同埋私人理由申請自願退出韓戰行動。根據警例232章第16節，建委級同埋超過2位嘅 ACP 已經一致同意，由而家開始，即係0912，由劉傑輝副處長暫代警務處長一職，同埋韓戰行動嘅總指揮。多謝。各位，大家應該知道而家事態嘅發展，時間同形勢對我哋警方好不利。喺挾持人質事件同維持香港治安兩方面，我哋需要作出適當嘅平衡。一、取消所有緊急狀態警示，所有部門包括 PDU、資科、SDU 維持正常編制。我唔可以俾班反知，我哋因為佢會反超香港。二、因為考慮到呢一次可能係持久戰，我而家委任高級警司徐永基、唐志南為韓戰行動副指揮。臨時指揮中心嘅成員要制定更換，指揮部一日2更，其他部門一日3更，直至案件完結，又或者爭取翻嚟。大家準備做嘢。喂，你係邊個？點解個伙計電話會喺你手嘅？咁你又係邊個？我姓劉，劉傑輝。警隊有3個同你同名同姓嘅人，一個水警，一個 PC， 一個副處長。我係 acting CP。再問多一次啦，點解個伙計嘅電話會喺你手咧？我打得俾你，唔該你禮貌啲同人講嘢。你點想放人？未做功課唔好學人返學。記住，你個伙計喺我度。仲有，你唔係劉傑輝，我3分鐘之後再打嚟，我要劉傑輝真人。電話信號開始喺汀九橋北行，喺青山嗰度終止，全程28秒。個犯應該係車上。同文書處落邊，我要佢心理分析、風險評估，邊一張閃卡、邊一部手機，佢會第一時間知道結果。Yes sir，黃強啱過身。總之 Phoenix， 福利部同 PPRB 叫你盡快派人去醫院。仲有幾耐？45秒。劉處長，點稱呼啊？處長，有冇功課交？9320萬，我只可以準備告知。
3點半前準備好，我再通知你交收方法。Albert，我哋唔使一齊喺度燒大力，你翻去先。老 Sir， 金庫等我去。陸生揾人交俾我，佢要我親手交俾你。佢話你知係咩嚟？崔 Sir， 講兩句。老 Sir， 喂，處長，現金係咪喺你身邊？係。我想同你講，你計錯數。我冇時間，我開估。我要嘅現金係3333萬，你有半個鐘頭時間數錢。仲有，你唔使查，我而家喺荃灣頌安街。減翻條大數，而家係咁多。老 Sir， 兩句。金庫主管咧喺我上車之前打個招呼，佢話批現金如果用唔晒，可唔可以第一時間車翻金庫？佢都驚咩？動夠車。啲尾數用9車運翻金庫。小心啲。聽你嗰個點處置啊？佢條命貴過呢個加埋，千祈唔好俾佢死住。而家轉緊位置。現金已經準備好，點交收？只可以一個人嚟，你有冇揸車？有。司機，老 Sir。我調咗3天人 back 你嘅。咩車牌 KM1605黑色車身。而家喺邊？啱啱出電一場。點啊？出軍器廠街左轉下角道，西隧過海。
Copy 卡温，車上見。唔好意思，我改變主意。你而家落車。處長，左手邊自動電梯上行人天橋，我哋坐船好唔好？島 Sir 左邊有 IFC， 前面有 Four Seasons， 右邊係天星碼頭。崔 Sir， 靠你。Captain Traffic， 到天星碼頭，左右夾攻。以你嘅步伐應該差唔多到。話俾我聽，你前面係咩？前面7號碼頭，左邊2到6，港外線。轉左6號碼頭，去梅窩。掉頭，改坐呢班渡輪去尖沙咀，跑過去。樓 Sir 掉咗頭，樓 Sir 掉咗頭，請把方面放晒。反跟蹤。我哋用翻西隧過海。嘉溫，喺九龍方向出口慢車等我。樓 Sir， 幾耐冇坐過渡？你一路同我講嘢，你唔怕我哋揾到你？咁我5分鐘之後再打俾你。不過收線前，我有樣嘢想話你知，唔好淨係掛住望人，摳着自己，你鞋帶鬆咗。湯 Sir， 電話上度同樓 Sir 位置好近。對面一個同事 stand by。請問你係咪樓 Sir 啊？喂，樓 Sir， 比預定計劃遲咗4分鐘。你上的士去機場，唔好揾排隊嗰啲。個老友交更喎，前面接個步啊！警察，開車。收到樓 Sir 嘅短信，的士車牌 Mazda Alpha 8714，的士證6618，許聯絡。喂，等多陣啦，嚟緊啊！車着個傻嘅，冇辦法，嚟開定台等我啦，係咁啊！而家去到邊5號幹線，西九龍走廊。唔去機場，上橋去大角咀。司機唔該，右轉上橋，翻嚟嗰陣。又機場又大角咀，玩咩？諗掂先啦，Sir。如果我冇估錯，
同袋錢都裝咗追蹤器。你有冇當過差？如果你係差人，一定好有前途。我88年入職，有冇見過你？我對警隊一啲興趣都冇。我幾個伙計而家點？停車！我叫你停車啊！停車！阿 Sir， 釘牌㗎，停車！停車！阿 Sir， 而家停一車㗎喎！打上嚟！你望下下面。你一直跟住我。你咁錫你啲伙計，你都唔想佢哋有事，係咪？我數3聲，將你手上袋錢掟落去。3、2、1。醫生，快啲上嚟幫我。咁而家點啊？我架車咁擺喺度，你又唔出聲，咁即係點啊？Sir？冇錯，飛。講埋先。劉 Sir， 我哋中咗計，9車入邊嘅錢邊度甩咗？拖白車！confirm 甩上位置，扣白車。係。Sorry, sir. Sorry, sir. 辛苦，上我先。 Thank you, sir. 咩話嘅？科技幫啲貨攞晒。安撫咗啲夥計先，今日大家都好金。Sir。Sorry, sir.
處理埋個傷口，攞份口供先。休息下啦。劉 Sir 咧，喺嗰邊。Vincent 啊 ！Vincent 啊！你打我啊 ！Vincent 啊 ！Vincent 啊！邊度㗎 ？Vincent 啊！你點解 Vincent 我？劉 Sir，一個班機電呢要聽朝先到。佢上機之前，只係知道韓戰行動得一個總指揮，就係你。條鎖匙，你聽日自己還返俾佢。Sorry。今日真係奇怪，嚟到醫院，個個伙計同我 say sorry， 我受得起，唯獨是你。我哋而家有4個伙計冇事 ，Vincent 係可惜啲，但我哋未輸晒。你就係我 in charge。我只會比你更激進。劉 Sir， 劉 Sir， 金副主管係威廉，今日起請 Annie leave 半個月，冇講得去邊，我聽日幫你 check 埋入境處。成點啦？不如我車你返去啊！喂，輝，到啦，快瞓啦，聽朝嚟接你。唔好意思，麥 Sir， 我屬於 confidential briefing。我今朝收到一份文件，署名告密者投訴現任警務處管理副處長劉傑輝涉嫌收受利益，妨礙司法公正。投訴原因係同7日前大角咀天橋槍戰有關。成件事最吊詭係衝鋒車上面其中一個成員就係副處長李文斌個仔。香港警隊警事以上嘅全部經過品格審查。Billy， 你有冇把握？呢1個月截至到尋日，喺香港註冊嘅銀行所有櫃位有號碼記錄嘅追蹤鈔票，收到嘅總數係319500。
我唔係好明你想講乜嘢，陳生。我想話，我哋金管局嘅立場，從來都唔認為為執法部門準備 tracing paper 有用。你講到好似因為我哋唔見咗筆錢咁喎，陳生。咁多位，不如咁講 ，tracing paper 所謂嘅追蹤鈔票，根本就唔能夠發揮追蹤匪徒嘅作用。對於將來係咪需要由金管局為執法部門準備，需要重新檢討。ICAC 部門佢哋。劉傑輝先生，我係廉政公署首席調查主任張國標。我哋懷疑你觸犯防止賄賂條例第4條，請你跟我哋翻嚟協助調查。呢幾個咩事啊？上到嚟警察總部拉人，仲要拉副處長。劉 Sir， 麻煩你合作。你知唔知規矩啊？今日在座嘅都係維持香港治安嘅最高管理層。你想請劉 Sir 翻嚟問話，佢最起碼有半個鐘頭做 handover。仲有咁大件事，你老細知未？半個鐘啊嘛，我俾你。誒，唔使，我俾咩地方？唔好意思，我劉 Sir 要你等添。郭偉明，我副手。不如我哋直接啲入正題。好啊。我哋收到舉報，所以請劉 Sir 你翻嚟了解一下你哋警方叫做寒戰嘅一個行動。以你嘅經驗同埋判斷，如果要騎劫一架衝鋒車，需要幾多天時、地利、人和先至可以完成到咧？頭先唔係講大家直接啲嘅咩？坦白講，以現今嘅科技，要一架衝鋒車完全消失，幾乎冇可能，除非上下串通咯。你信唔信警隊裏面有內鬼啊，劉 Sir？喺寒戰行動結束之後，我哋內務科開咗個 file， 跟進衝鋒車各成員嘅品格審查。喺個報告未完成之前，冇講咩。寒戰行動之前，因為一哥唔喺香港啦，處理警務處長一職係由李文斌李 Sir 負責。但係寒戰當日，咦，劉 Sir 你做埋處理警務處長一職，咁即係寒戰行動總指揮原本唔係你喎，係咪？係。咁我想問，警方基於乜嘢準則嚟到定一個行動總指揮咧？又基於乜嘢準則去更換呢個總指揮咧？處理警務處長嘅職又相當重要啦。咁機制上面嘅嘢又係點嘅咧？你呢個問題，警例有寫，網上有得 download， 你自己睇。就係因為呢份行動報告同過往警隊行動報告好大出入，先要請你翻嚟啊嘛，劉 Sir。單係更換指揮官呢一方面，完全冇記錄低已經好有問題。你哋知唔知咩叫做 report？ 咩叫做 lodge 先？差人開出條件，警方喺金庫攞贖金，差人開出新條件，贖金用唔晒，法理上呢啲係證物，應該入證物房。點解要即日運翻去金庫咧？而點解要咁低設防之後運翻去咧？喺李 Sir 交出權力之後，你以處理警務處長嘅身份，開咗一張9320萬嘅支票。劉 Sir， 12月8號下晝嗰2個鐘頭，你係全香港實際上最有權力嘅人，你知唔知？你嘅每一個決定
都會直接影響成個香港嘅安全。無論我喺邊一個崗位，我每一個決定都係以香港市民嘅安全為大前提。大家都係執法部門，記唔記得上犯罪心理學嘅時候，有一課叫做 Stockholm Syndrome？你既然講我哋都喺執法部門做嘢，但係一直轉彎抹嗰個反而係你。你簡單啲答我究竟犯咗咩事？劉 Sir， 你對呢份文件有冇印象？冇。呢份文件我哋已經去信保安局，保安局反問翻我哋點得嚟。我哋喺呢份文件上揾到你嘅指紋。我要攞呢個 advice。我哋經律政司批准，喺你名下登記嘅通訊號碼進行截聽。我哋已經有十足把握你所有嘅犯罪證據。我而家嚟問你，屬於香港納稅人嗰5900幾萬，到底喺邊？劉傑輝先生。你而家 office 有冇 notebook？ 你話隻手指有晒我罪成，你喺我面前打開佢。如果冇，我俾時間你去買。仲有，我打得俾我律師咩？係。方便講嘢就咳一聲。你親自落去 PPRB 問 Phoenix， 你幫我問佢，我上次叫佢查嗰人翻咗嚟未？唔好即刻。你明我意思？明。劉 Sir， 坐。唔好意思啊，生，揾得你。喺澳洲嗰邊咧都留意香港嘅新聞，估唔到原來嗰日發生咁大件事。有位幫我講，12月8號當日，你有冇要求我同事取償？取償。如果啲現金用唔晒，要即送份金貨。我冇講過。生，如果唔介意，聽日中午我揾個同事上你辦公室，幫你落份口供。冇問題。唔該晒。Speaking. OK. 張 Sir， 九龍灣金庫主管魏威廉死咗，係汽車炸彈。等我有事。邊城啲新律師，嗰啲手續搞緊。原來佢半年就輸咗好多，佢等到3個月前翻案咗俾銀行。
晝我睇個像呢？點啊 ？Vincent 仲有好多嘢未搞掂，呢2日我都要陪佢。你有冇試過俾你講出嚟？Billy，我想知道呢個光碟喺邊度嚟嘅？我暫時唔講得全部上。呢個光碟裏面嘅內容係警務處最高層嘅機密 ，security grading 係 AES Plus， 絕對唔係一般資料提供人可以接觸到嘅東西。如果裏面嘅資料係真確嘅話，可能我哋都越緊缺。但呢個告密者好清楚警隊，好清楚 ICAC， 更加好清楚法律。而家能夠破案揾到韓戰幕後黑手，得我哋同佢根本坐埋同一條船，冇得翻轉頭。你一直想調翻問責局，係咪？ Billy， 我唔係冇諗過，但呢件案好複雜。呢啲機會得一次，呢個好可能係屬於我哋時期嘅水門事件。OK， 嗱，我俾3日你，3日。Thank you, sir。本台得到嘅消息，警務處管理副處長劉傑輝喺尋日上晝被廉署職員拘捕。大家好。唔好意思，你哋咁樣問法，我哋一條都唔會答。中文傳媒先。 局長，劉傑輝先生係咪已經停咗職㗎啦？佢係因為私人理由暫時休假。警隊呢1年嚟民望咁低，而家廉署拉埋副處長，問責局有冇人需要負責任呢？嗱，呢個問題容我下次先同你討論啊。局長，你唔單止一次咧係公開場合表示支持劉傑輝成為警務處處長，呢一次廉署嘅行動有冇打亂咗你嘅部署啊？局長，對於香港警隊高層被廉政公署拘捕，您個人是怎麼看的呢？您個人是否相信劉傑威的貪污呢？局長，你覺唔覺得自己信錯人？你會唔會引咎辭職啊？局長 ，ICAC 行動之前有冇事先通知過保安局㗎？ 我頭先已經講得好清楚，一條接住一條。不如我一次過回答大家嘅問題啊。劉傑輝副處長並冇俾廉署拘捕，佢係因為私人理由暫時休假。我個人非常肯定佢嘅品格同埋工作能力。仲有啊，我想喺呢度再一次澄清下，香港係行普通法嘅先進城市。喺編制上 ，ICAC 行動之前係並唔需要向我匯報嘅。我明白，我非常明白。而家新聞進步到乜嘢都可以問，但問之前，你哋可唔可以了解下香港嘅法制同埋法治精神？因為呢個係我哋香港可以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同埋亞洲最安全城市一個核心價值。李文斌係紅褲仔出身，劉傑輝文官紮上嚟。劉 Sir 今年44歲，係回歸以嚟最年輕嘅警務處副處長。李 Sir 下個禮拜就51，距離一哥曾向榮退休仲有2年半，但係到而家連警隊內部都唔知邊個會上。屬於鷹派嘅李文斌一直深得內部前線警務人員支持，尤其係 CID， 所以照牌面應該係佢上任至啱。不過，我哋從政府高層收到風，原來佢哋嘅理想人選係劉傑輝劉 Sir， 因為經劉 Sir 守呢4年，警隊條數做得非常之靚，所以呢幾個月，如果警隊高層唔係有重大失誤嘅話，李文斌好可能被勸退，官至行動副處長，然後退休。到時劉傑輝劉 Sir 就會係香港警隊歷史上最年輕嘅警務處長。張 Sir。你假設李 Sir 係因為怕劉 Sir 威脅到佢，想做低佢？假設都唔大膽啲，幾時先等你大膽？你 call 幫我打政府化驗所。
3日前我收到一份告密者相當有份量嘅資料。麥生較早前接觸過一個，初步相信資料屬實。我哋聽日要請警務處副處長李文斌翻嚟。根據情報，李 Sir 仲老練過劉 Sir 10倍，大家要打醒精神。李 Sir， 咁早請你翻嚟，冇嚇親你同你屋企人啊嘛？文件裏面嘅人名有冇印象？冇。一架 EU 車唔計駁腳，一個知道當日行動細節嘅內應，一個 IT 人去 set up 成個 system， 一個負責同你溝通嘅人，當然唔少得衝鋒車一個成員。最低消費4個就可以買起香港警隊，就算俾你屈個 IT 人出嚟，起埋批失槍，仲有個內應同埋衝鋒車隻鬼未見光。我完全唔知你喺度講咩。 1995年，一個非常完美嘅臥底計劃，皇家香港警察成功瓦解一個黑社會字頭。當年嘅 O 記主管叫做李文斌。事情之後，基於人身安全，你擔保佢哋加入港英政府最後一批更新人士名冊裏面，仲可以喺合法情況之下改名換姓，得到南非居留權。當年策劃編號係 ND157。我覺得你似一個警察多過個 ICAC。連金副主管都俾你滅埋口，一批新舊夥計幫你做台大戲，買起徐永基，送劉傑輝一程，係咪？原來你哋咁早請我嚟，係想我聽你哋作故仔。如果冇乜其他事，我想走先。李 Sir， 你嘅策劃能力真係好強。劉傑輝嘅無敵履歷，連埋下線整嘅梯隊，一個所謂寒戰行動，全部報銷。翻查記錄，令尊李樹堂係當年華人最高警司，你個仔李家俊 IQ 192，銀雞姓畢業，李家3代一門3傑，恭喜你啊李 Sir， 你一定係下屆警務處長。你嘅想像力越嚟越豐富。唔係想像力，隔離房就坐咗你嘅舊夥計楊志安，要唔要我叫佢過嚟同你聚下舊啊？小朋友，唔好同我哋呢一套。我敢攞條命嚟同你賭，隔離房淨係得你老細。基於一個片面嘅分析，冇做過嚴密嘅邏輯推算，就請咗喺香港警隊2位副處長翻嚟問話，浪費佢哋寶貴嘅時間，係咪好興奮？一手抽出幕後黑手，搗破警隊大陰謀，係咪覺得好本事啊？到你坐到我個位，你就自然心中有數。我嘅網絡同人脈多到連一哥都知唔晒，我唔明你哋究竟想喺我身上面揾到啲乜嘢？你哋假設2位副處長，其中一個係鬼，一係就劉 Sir 侵吞贓款，一係就我害佢想升職。我喺警隊服務咗30年，識咗唔少嘅朋友，亦得失唔少人。不過呢30年，我學咗一樣嘢，就係每一個機構、每一個部門、每一個崗位都有自己嘅遊戲規則。無論暗又好、明又好，第一步學曉佢。不過有好多人未做到呢一步已經死咗，知唔知點解？叻唔切。第2步就喺呢個遊戲裏邊揾個線頭出嚟，學曉點樣冇犯規，識得點樣喺個線裏邊玩，咁就可以勉強保住條命。一個城市可以冇咗 ICAC， 定可以冇咗警察。仲有你2個都新，自己小心啲。你哋嘅上司心地唔好。咦，李 Sir？阿 Sir， 喂，我哋搬嚟咁耐，第一次上嚟探我哋喎，點解唔先通知我？今日係你哋廉政公署專程請我上嚟協助調查。根據香港法例，
廉政公署有權喺冇證據嘅情況下拘留我48小時。我決定喺度住1晚，俾夠2日時間你哋。希望你哋到時砌都要砌夠足夠嘅證據，先再傳我上嚟問話。唔好激啊！唔好激！你係處長嚟㗎嘛？我哋做嘢都係希望同警隊排毒嘅啫。Come on，你 office 坐低。Come on。知道個遊戲點玩未？李 Sir， 劉 Sir 想約你見面。揾我。丘吉爾講過，所有戰爭都係非必要戰爭。咩意思啊？政府化驗所嘅測試結果證實，金庫主管魏威廉嘅汽車炸彈主要成分就係黑火藥。硫磺木炭硝酸鉀係黑火藥嘅主要元素。Sorry， 咩叫做黑火藥？黑火藥係一種低速炸藥，用嚟做煙花嘅主要材料。但係唔好睇小佢，4000尺範圍內都死啲人。佢哋想借 Vincent 同金庫主管呢2個死人，將所有罪名推晒俾佢哋。策劃騎劫衝鋒車班犯根本就係自己人。我哋2個是但一個以悍戰行動容易再查落去，佢哋即刻會知。如果佢哋唔再犯錯，唔再現身，呢單案根本冇可能破。北 Sir， 香港嘅執法機關得我哋 ICAC 直接向 CE 負責，連保安局都冇權過問。喺編制上 ，ICAC 行動之前係並唔需要向我彙報嘅。相信自己嘅 judgment， 非常嘅時期，用非常嘅方法。我覺得呢個告密者想借 ICAC 出手，引班犯出嚟。喂，你就係嗰個告密者。劉 Sir 如果唔揾我哋出手，最後被勸退嘅就係佢。全香港有44座 building 係可以放煙花嘅，而店拖科嘅牌照只有20個，佢哋負責埋煙花匯演。我哋 sort out咗呢44座大廈嘅煙花技術員，有3座我哋嘅 target。今次我哋只要捉到呢個炸彈狂徒，就可以揾埋騎劫警車嗰班人。車長黃強嘅驗屍報告，佢全身包括頭髮同指甲纖維都揾到氧化鐵同埋環境土壤。4名衝鋒車成員嘅口供，出事當晚第一藏心點係一個廢鐵貨倉，份報告非常合邏輯。不過我仲有啲懷疑，所以喺3日前，我拜託政府化驗處將其餘4個伙計嘅衣物再做比對。衝鋒車4個成員裏面，有3個人只有1組環境土壤數據，但係有1個多過1組。唯一解釋嘅就係話，呢個人曾經喺相同地方出現超過1次。你記唔記得我哋上個月打過風？打風落雨造成嘅土壤氣息，
個天做咗我哋嘅時間證人。越細心嘅人，越會做好準備，因為劫持片段要事先錄影，先有時間 check 清楚，所有背景資料已經清洗乾淨。佢雖然已經好細心，但事實永遠先係最細緻。根據情報，每個天台喺煙花組裝嘅時候，危險程度等同一個炸藥庫。大家盡量小心。要殺金庫嘅主管，又喺現場留低黑火藥嘅痕跡，呢個線索太明顯。所以唯一合邏輯嘅解釋就係騎劫衝鋒車潛伏喺警隊裡面嘅內鬼，要開始借刀殺人，清理門戶，寧願出賣幫我自己嘅外人，都唔想爆現營火嘅。不過，奪船等。呢隊我哋已經到咗南面天台。鄺子立係咪？我係。仲記唔記得以前 O 記嘅陳斌啊？幫我轉做污點證人，我有嘢要報。你即刻同我上嚟天台。好，你等我。Michael。Michael。準備 call Michael， 叫封我。喂 Albert。咁耐冇見，撈得幾掂喎，鄺 Sir。你翻嚟幾耐？我淨係想知邊個有份。你叫下邊班友 back up， 我就話俾你聽。放低槍，冷靜啲，放低槍。下面有咁多伙計受咗傷，你而家叫我放低槍？你俾時間我會諗辦法殺掂佢，我可以保證你安全。你點解出賣我？你點解出賣我 ？Michael， 你點解出賣我？
to hell. 爸，好嘢咯，仲未瞓？手上有份嘢俾你。百密一疏。點解？其實有好多前輩都係企喺你嗰邊，唔單止我，仲有好多你想像唔到嘅人，一直都喺度幫緊我哋。咁 Vincent、王強啊，佢哋都係警察，佢哋都有屋企人。入學堂第一日，教官都會同我哋洗腦，話我哋份工會有一定程度嘅生命危險。呢個只係我哋爭取權益嘅其中一個方法，我唔覺得有問題。由細到大我點教你，你唔記得？你教我嘅嘢，我從來都冇唔記得。時代唔同啦，你幫咗人，冇人會知；你讓俾人上，天都唔會幫你。你已經走得咁遠，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如果你係我嘅，你會點做？我唔會自首，唔會坐監。如果我係你，我會放你走。點解咁有信心？因為你得我一個仔咯。劉傑輝一上場，淨係識 cut budget，一味掛住整靚條數，擦上面鞋。知唔知我哋前線嘅士氣有幾低落啊？而家嘅一個已經令我哋好失望。CP 呢個位，我絕對唔會俾呢種人再做多次。爸，其實好多伙計都撐你，只要你坐上去，我哋就有希望。有幾多人同你喺埋一齊？多到你估唔到。我哋已經講好晒，萬一有事，有幾個師兄弟要先犧牲，過幾日，我會安排批失槍同贖金曝光，由你去破案。爸，爭一步咋？我哋保住咗咁耐，就係爭你嗰一步。俊，你最好先回答我頭先嘅問題。如果我係你，我就唔會揾咁多藉口去做咁多錯事。I love you, Dad. 我想睇下佢變咗幾多，仲剩翻幾多。如果佢唔拎起支槍，即係話佢仲有得救；如果佢揀拎起支槍，佢就已經唔再係我個仔。
佢嘅將來係生係死，同我無關。原來我一直收錯風，啲人仲話李 Sir 比你老練10倍，劉 Sir 真係好犀利。張 Sir， 有冇諗過轉過嚟警隊幫我？打俾我。Sir， 請坐。Sir， 我有個問題。我知你想問乜，因為李 Sir 同我都申請咗太早退休。阿劉，我可以做嘅嘢唔多，警隊以後靠你。Rule number 1， 做上司嘅永遠唔會追出嚟揾下屬，只有下屬追出嚟揾上司。呢句説話應該係我對你講。你毫無實戰經驗，但係呢樣嘢反而成為咗你嘅優點，可以好宏觀咁去睇每一個 case。喺唔觸犯法例同濫用職權嘅情況下，警察部每一個部門 ICAC 包括保安局都成為你破案嘅工具。我一直懷疑你嘅工作能力，係我主觀咗。Thank you。不過你有一樣嘢真係錯咗。2次大戰，當年美國總統羅斯福問英國嘅首相丘吉爾點樣評價呢一次2次大戰，丘吉爾答：呢一個本來係可以避免嘅不必要戰爭。佢冇話過所有嘅戰爭都不必要。Gathering Storm。第1頁最尾嗰段，我唔應該喺你面前跑輸吧？請問邊位揾劉 Sir？ 好，請等等。劉 Sir。喂 ，hello。劉處長，仲記唔記得我？我記得。你太太叫陳雪兒，向日葵花店負責人。呢
你個女今年5歲，小太陽幼稚園高班。劉思雅，你想點？我想你放一個人。